大家好，今次 CSL AI 專員要為大家介紹嘅係 Loving Phone VA 系列，今代機身設計繼續沿用咗獨特嘅透明美學，就等我哋帶大家睇下咩叫真正嘅科技同藝術結合啦。今次 Loving Phone VA 同 Phone VA Pro 加入全新 Essential Space 功能 ，AI 會自動幫你記錄同整理生活點滴，咁就唔使再擔心啲相、影片同埋記事亂晒龍啦。Loving Phone VA 系列用咗 Snapdragon 7S Gen 3 8核心 AI 處理器，無論日常使用定 AI 運算嘅流暢度都完全唔使擔心。加埋 6.77 寸 AMOLED 120Hz 螢幕，3000 nits 嘅峰值亮度，畫質同流暢度兼備，啱晒中意打機睇片嘅你啊！ Loving Phone VA 配置咗5000萬像素1over 1.57寸大底 OIS 主鏡，夜拍清晰，細節豐富。再加埋 True Lens Engine 3，令影像更加真實自然。5000萬像素2倍光學變焦鏡頭，支援30倍遠攝同人像模式。無論係影遠景定人像特寫，都完全冇難度。而 Loving Phone VA Pro 絕對係更高階嘅選擇。主鏡頭用咗更大嘅感光元件，擁有300% 像素採光量，影相嘅時候光暗細節更加豐富，雜訊更加低。再加埋5000萬像素 Sony Sensor 潛望式長焦鏡頭，支援60倍遠攝同微距特寫，無論遠近細節都一機搞掂。而且 Phone VA Pro 仲係一部支援 eSIM 嘅裝置，帶埋佢去旅行就夠晒方便啦。如果你想要一部集拍攝效能、AI 智能同藝術感於一身嘅手機，咁就快啲嚟 CSL AI Store 親身體驗呢部超越傳統框架嘅智能手機啦！